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过年大家会去家村互相拜访好心者，买早破手礼，有的人就会穿碰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柑，柑仔的柑，读果柑第一条。柑是一款咱台湾常在看到的果子，是熏香科柑结属，小乔木或者是灌木。若枝幼幼有刺，叶仔长长尖尖，花有白色的花瓣，拢总有5瓣。秋天结果子是柑仔色，真有汤。花甲籽甲叶仔拢会当做药啊。一般咱常在看到的品种有年柑、汤柑、碰柑、虎头柑。另外有一句话讲，烂柑摆人面，意思就是敢若好看头尔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柑仔蜜，有人讲是臭鱼仔，伫北部有真侪人讲是塔马豆。第二个词佛手柑，这是一款树栽，加2层，白色的花有芳开。若果子成熟的时，会正做长长圆挑的花瓣，亲像是手指头仔同款，才会号做佛手柑，会当做药啊，或者是食品原料。皮甲花拢会当提炼做芳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过年拜拜穿果子，会拜年柑，也就是汤柑。阿嬷搁泡茶掺佛手柑。即马时代观念进步，嘛袂少人会拜温色高级的柑仔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柑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